有人也讲呢，这台中市环保局稽查大队一名代理股长，长期以来要求外勤的同仁，若准伫咧大街路看到这查某囡仔穿较少咧，就爱甲伊翕落来传互伊看，甚至讲爱去甲人查落来，惊讲伊违规要甲查。妇女团体就批评讲，这就是所谓性别暴力，严重侵犯女性权益，会影响到稽查执法的信任度。一个穿黑色底裙的查某人行伫咧路边，画面互头翕；另外一个穿底裤的骑乌多摆的当地等红灯，嘛互镜头翕到。台中市环保局稽查大队有检举者指控讲，有一个姓刘的代理股长，长期要求外勤的同仁，伫执行公务的期间，以公务机也是私人的手机啊，翕家啊，都穿甲真亮的女性传登去。他如果看到就是比较养眼的照片，他就会下令立即拦查，要求我们做这种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情。对，那造成我很大的压力。检举者表示，讲伫主管看到相片了后，佫会编出违规的事由，要求伊随过去拦查翕近距离的相片。伊因为真困扰，真正挡袂牢，这个月初8提出工课场霸凌的申诉，所后内部坑伫遐无处理。消息一出来，民众拢真生气，认为讲严重侵犯女性的权益，甚至违反道德的底线和法律的界限。我觉得这件行为没有分什么公务不公务，这个就是一个道德底线跟法律的一个界限的问题。这已经有点确实侵犯到女性的权益了。其实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不应该，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夸张了。台中市环保局稽查大队讲，根据了解，这相片是3档前翕的。姓刘的代理股长和检举者最近是互相指控霸凌，目前已经受理申诉，会互内部的委员和外部的专家成立调查处理小组来厘清事实。若是真的，就会严格定法。因为这个是3年前的截图的照片。那我们也还在过滤哈，那当然我们会组一个调查委员会，外聘的一些委员来做一个进一步的那个调查。这就是一件非常明显的数位性别暴力的行为。我们这个环境呈现出一个不是这么友善的一个对女性不是这么友善的一个状况。妇女团体指出，讲这案是所谓性别暴力，那显示环境对女性真无友善，未来民众对公权力稽查执法的信任度会大幅降。台中市政府应该要徹查，而且要定检討性别教育。記者綜合報道。